那字共9筆。第一不撇點，第二不撇，第三不橫，第四不橫接勾，第五不橫，第六不橫，第七不撇，第八不橫接勾，第九不豎。左右列球。那的字義，女子人名用字及譯音字。我見我。那見。那輕柔的樣子。那的詞性分類解釋。形容詞。纖細柔美。如那我。名詞。女子名字的用字。如麗娜、安娜。